开学立委选战，若被接讲要合作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即讲就带家己的囝仔参加家己的活动。立委参选人张其禄张委员，欢迎委员。桃园市第5选区立委参选人赖香伶赖委员。家母带囝仔拼选战，因为两人踮的所在伫台北含桃园选区，那兄已经有人选，想要让上非常的两难。像目前我们对于这个立委3党不过半还是很乐观的，所以我们提的席次不多，我们更应该当仁不让。未来敢会定做调整，未选的两公的拼到底，李玉玲目讲会希望吹落去。另外，台北的文山、台北罗斯堡未拼连霸，却拄到民众党推出长期落来抢票。台湾民众党的这个区域立委化，如果我们还要让出的话，那直来说好了，那台湾民众党基本上区域立委这部分就等于我们就关门了。我想，当然我们会坚持到底。柯文哲那么喜欢民调，那就比民调。这个只要一个选区里面有蓝白的候选人，大家民调决胜负。除了北投、通计、南北拢提名的对战区，扣掉山地关注平和离岛选区，新北张志伦对战现今的立委柯成焕，既然国民党派出县议员和北营立委当挽回对手。这样离选举还很久啊，还有74天，你知道哦。这过程当中还有时间去协调的，100%只有北韩才有啊，所以很多事情哦。不可能100%来。国民体觉得也是老神在在，那被黑唔知敢会同齐牵手，嘛互基站烦恼甲强要变过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